叫超收税金，不管对谁进贡者，拢爱分互咱来，好不？我来4个月啦吼，第一个4个月就是希望今仔来参加，大家拢有当平安快乐健康，合家平安。第二，咱希望咱国家进贡竞争环境，吼，大家爱理性当这个选举，大家会当真和谐来参选。第三，咱希望3项，第3项个啦，罗志祥共产党。 时间你完啦吼，时间你完啦，咱先由我请罗书记长未来都出现好选举，来发表伊的理念，想了听了，一定恁投票爱我拜托，好不好？我拜托，无即间干嘛叫不但咱产民这种要来收出当今出招出就比，绝对人要拍袂赢好，开始，开始。就刚想蔡玉辉议员看到我们许志春议员，然后李宗诚议员，还有我的子弟兵蔡中豪议员，还有我们的游龙志议员女儿金宽还有我们6区的主委还有我们姚振玉郑议员是老朋友6区的主委，然后6区的部理会，还有考纪会黄复兴党部我特别要讲黄复兴党部。 不懂的所谓的生日快乐跟黄复兴版的就不用选了是要通关密码的为什么会唱？因为我就是黄复兴家庭还有我们所有的东代表东莞刚刚带来永清大家好，大家好。刚刚是跟我们蔡玉辉说生日快乐现在我要再拜托大家一件事情为我的故乡花莲来祝福我讲花莲来讲加油，好不好？花莲加油！花莲加油！花莲加油！今日来参选中国国民党主席我甲大家讲报告一下，上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爱甲台湾人民行做伙，对不？前天大家看到花莲的灾情，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很难过？有，真的非常难过我是花莲出生，给人大汉的囡仔我看到花莲今天受到这么大的一个灾害，我跟高金素梅委员我们2个第一时间都通电话，那在想。